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2年9月初1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39篇第1节到第6节，13节到18节，耶利米书15章第10节到21节，腓立比书第2章第25节到30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尊敬主的仆人。伫民主的时代咱应该讲是国家至上啦吼，就是讲伫无论政治的立场治理的人是啥物人，是咱支持的，还是咱有无共款的意见。但是选出来国家的领导者，咱讲总统，应该是全民拢尊敬、爱支持。就算是无共款的政党的当选人，基本的尊重嘛是需要。即种的民主政治，才会当互国家来进步。圣经的记载也是安尼，有即种的问题。旧约捌记载遐一寡无尊敬主的仆人的人的下场。圣经出来记以色列人对因的领袖摩西，事实上因认识无深。伫咧军队摩西的过程的中间，因有侪摆怀疑摩西、质疑摩西的权柄。甚至埋怨摩西，听到出埃及记17章第1节到第7节的圣经的记载，因埋怨上帝的仆人，就是咧埋怨上帝。因甲上帝的仆人来相争，就是咧试探上帝。这是圣经所讲。摩西对因讲：恁为什么甲我相争？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？圣经伫旧约，以色列人也总是违背上帝的旨意，因违抗，并且因无尊敬上帝的仆人。今仔日的经文耶利米书也甲咱讲：我真惨啊！我的老母为什么生我？我着爱甲国内的每一个人来相钱，我有无借钱互人，也无有别人借钱，但是人人拢咒诅我。上帝啊，若是我无有尽侍奉你的责任，若是我无伫对敌遭遇困苦的时替因哀求，就互因的咒诅实现吧。耶利米先知向上帝哀求咧，讲到为什么每一个人拢甲伊相争？这是表达因无尊敬上帝仆人。伊讲人人拢咧咒诅伊。先知耶利米也讲到，如果伊无尽到着侍奉上帝责任的时阵，恳求上帝互因的咒诅实现。就是讲，上帝仆人，上帝家己会去管教。先知以利亚也面对相款族群的人的反对，以往的先知也拢受到以色列人的杀害。记载伫民数记12章，摩西的阿兄阿伦甲伊的姐姐米利暗。嘛捌因为看袂起摩西，反抗摩西。虽然摩西是因的小弟，但是毋通袂记住，摩西上时也是上帝所指点的仆人，上帝设立的以色列人的领袖。圣经特别记载着因的姐姐米利暗，因为无尊敬上帝的仆人，受到刑罚。圣经讲，上主讲，恁着听我讲。恁中间有先知的时阵，我伫异象内因启示我家己，伫梦中对因来讲话。但是我甲我的仆人摩西讲话却
无共款。我派伊管理我所有的子民以色列人，所以我甲伊面对面讲话，清清楚楚，毋免用猜骂。伊甚至看过我的形象。恁怎样敢来抵挡伊？我的仆人摩西呢？上主对因发生气，因为安尼伊就离开，云彩对圣幕中间来闪开。米利暗的皮肤忽然间生太高，就变得甲雪同款的白。阿伦看见伊生太高，就对摩西讲：“我的主啊，请毋通因为阮愚妄犯罪，互阮来受到即种的刑罚。毋通互米利暗亲像出母胎就烂去一半的尸体。”也好，咱亲像彼得第一届伫公开的讲道中间所提到的，摩西捌讲。主上帝要对你的兄弟中间，甲恁兴起一个先知，亲像我。凡那伊恁所讲的，恁都爱听；凡若无听迄个先知的，就要对迄个面的中间全部来灭绝。这是《使徒行传》第3章22节到23节的记载。相款，上帝犹原对这个米利暗的情形同款，伊将赦免的恩典赏赐予愿意悔改的人。圣经讲，上主安尼回答：若是你回转，我就收留你，互你重新做我的仆人。若是你无讲废话，只有传达必要的信息，你就通重新做我的代言人，人民会自动来归向你，你毋免去对因来行。我要互你伫群众的面头前，亲像铜墙一样坚固，因攻击你，却袂当来甲你拍败。我要甲你同在，保护你的安全。我要对迄个恶强暴的人手中将你抢救出来。我上主安尼宣布啊！这是伫旧约安尼来提起。伫保罗看免腓立比教会的基督徒，嘛是安尼讲，不但因为伊捌佛体，伊捌患着病，又要死去。佮较是应该，因为伊是上帝的仆人，所以就爱应该欢欢喜喜来甲伊甲斗阵，就爱尊敬伊。圣经讲着，我希望恁伫主的内面来欢欢喜喜接待伊，恁就爱尊重像伊安尼的人。因为伊为着基督工作，冒性命危险，用要死去，就爱为着要弥补恁袂话服侍我的所在，尊敬上帝的仆人，是基督徒上基本的一个生命态度。对疼人来表达家己是疼上帝，就爱尊敬上帝的仆人，表明咱对上帝的敬意。诗篇139篇第1节到第6节，第13节到18节。上主啊，你有监察我，捌我的一举一动你拢知。对真远，你嘛看会出我的心思。我行路，我歇困，你拢得看。我的所行所做，你拢嘛知。上主啊，我咬袂开喙，你已经知我要讲甚物。
你伫我的前后照顾我，你亲手保护我，你的财目遐尼奇妙，遐尼高深，超过我的了解。13节，你做我的丈夫，我伫老母的腹肚内，你甲我塑造。我感谢你，因为我会受造奇妙通行位，你的作为奇妙，我的一切你完全知。我伫人看袂到的所在受造，伫老母的腹肚内，你甲我塑造。我形成的过程，你拢清楚；我未形成的身躯，你已经看到。你为着我安排的日子，拢已经记伫你的册内。上帝啊，你的意念实在真好得了解，你的心思实在算袂得。我若要算，比海沙较济；若算袂了，嘛袂会彻透你的奥妙。求主帮助我明白，基督徒是爱会听，是对听人来显明阮听上帝，听上帝的仆人来做基础，来证明阮是听上帝的。求主帮助阮，愿意遵守上帝的旨意，同心合意来服侍主，并且同心合意来做伙拍拼。赢过撒旦的攻击，感谢基督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。